你翻旧账怎么办？今天不会，但是以后会的。我很期待。这么晚，大爷肯放我们进来啊？我跟大爷说，我以前是这儿的学生，想带女朋友过来看看。他说他还记得我。于大学神，他肯定印象深刻。可惜了，我女朋友不方便露面，不然的话，更方便进来。那是。其实早上我已经来过了，他没注意到。你今天来过了？哎，学校的操场怎么没了？因为扩招吧。对了，你是不是以前有一次带着几个女同学跑出去采野花，被班主任批评了？你能不能记点好的呀？走啊！以前从学校食堂吃完饭，就会从这里绕回教室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学校最漂亮了。你好像很少往这儿走。我一般奔球场，所以就很少碰到你。有一次碰到你是在那里，你还记得吗？于途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可以啊，你说。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缺的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在你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翻旧账怎么办？今天不会，但是以后会的。我很期待。